圣经故事。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年。Made an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。台湾甲阿伯。结果早，上帝创造世界，也被办真水的爱定的乐园伫世内面。上帝互头一个人阿当来管理这个乐园，佮将一个妇人人哈娃互伊做某。因真快乐踮伫这个水的所在。到有一日，雨撒旦起，因煞无听叹上帝，因为安尼受赶出离开因徛起的所在。了后过无偌久，两个囡仔出世伫这个家庭。阿姐叫做戴文，小弟叫做阿伯。因做囡仔的时阵，阮当捌听见真侪神圣的故事，论起上帝的代志、爱定乐园的代志，甲别物奇怪的代志。戴文大汉做农夫，阿伯大汉做牧者。有一日，因拢到上帝的面头前要献祭。爱上帝赦免因的罪，解阮带田里的土产做礼物。阿伯对羊群中拣一只羊仔来献互上帝。解阮可以家己着我所收成的来做礼物，所以上帝袂堪家伊干力。阿伯为着伊的罪，就献一只无下厝的羊仔替伊死，上帝就眷顾伊甲伊的礼物。解阮对安尼受气，煞杀死伊的小弟。咱着知影有即个在看逐项代志的，伊有看到即项空囝的所做。是啦，上帝逐项看见，伊看到即个头一摆的开始人，就刑罚解阮，互因死嫁走，做漂流伫地面上的人，亲像在逃走上帝审判的人一样。解阮到离开上帝的面前的时，心知伊的歹所行真大，跌到袂堪得受赦免。要求上帝好款待解阮，无关系甚物人来杀死伊。地区的多想城，圣经讲，古早，查某人、查某人拢比真歹。比较互上帝的心真忧闷。既然到遮歹，上帝体会，就定着互遮的不义的人受刑罚，义的人得到保全，望通互世界阁得到新的起头。伫迄时，地面上只有一个义人挪亚那定，所以上帝甲伊讲，伊得要做即个秘密的代志，互伊知。就是上帝要用大水毁灭一切的画面，人甲走兽、攀拖、飞鸟。上帝甲挪亚讲：“你着做一只大船，船要铺伫水面，点船来，就伊甲伊的家眷拢要得到保全。”挪亚听见这的话，虽是真奇怪，毋过挪亚有信上帝，也照上帝的话去做。慢慢那得成一只大船的款式的时，无论男女，迄时的人若想讲要落大雨，煞来笑，也笑即个得宣传造船的人的愚公。大船拢做好啦，逐项画面情绪也入伫船内摆好势。上帝也赶请挪亚甲伊一家的人拢入大船。上帝互船外的证人也有7日久通信挪亚所传上帝的话，然后真正40日40暝，天落大雨，地出水泉。满1年后，船看伫阿拉列山，挪亚甲伊的家眷就出大船到伫大地，因全家拢得到保全性命，因为挪亚热心信靠上帝。阿伯拉罕甲以撒
阿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伊信上帝所讲的话。当伊甲伊的负责人撒拉年老的时，因也信上帝所应允的约，要互因生一个囝。果然到时就生以撒。囡仔渐渐大，成做一个少年人的时，上帝对阿伯拉罕讲：你带你的囝，就是你第一疼的以撒，献伊做烧祭互我。这是对阿伯拉罕的信心一项的试验。伫上帝所定着的即早起，老爸甲囝早早起来，带两个路过做定起身要去献祭的所在摩利亚山。因到山骹的时，就留罗伯甲鲁仔伫后面，等到阿伯拉罕甲以撒就山去那边。因三角行的时，少年人有一个疑问未明白，问在献祭的油仔伫倒落。对这项阿伯拉罕真高兴，答讲：上帝要为伊家己备办油仔，伊信靠上帝。搭因到山顶，祭坛备办好，茶也极好势，落尾将以撒放伫迄顶面。以撒着做祭面，无受抬袂煞节，老爸就行倒起来。那时，伫要下手落去的大神，对天顶有声音讲：唔通伫即个囡仔身上下手，因为我大知影你是敬畏上帝。阿伯拉罕举目看四围，看见一只羊羔，就掠去只羊献祭来替以撒。了后，因就转去领导。阿伯拉罕领做上帝对世人中，互伊即个囝国话。上帝时常也要赐福互见那信靠伊的人。以撒甲米别达。阿伯拉罕真老的时，伊有更真大的愿望，爱伊的囝以撒对伊本所在的人的中间得到一个妇人人做某。因为安尼，伊就叫一个尽忠的罗伯来，找伊去找一个女子，通互以撒做某。这是真奇怪的找法。总是无论安怎，罗伯有起身往阿伯拉罕出世的地米索普戴米亚去。这个罗伯犹原有亲像伊的主人迄款信心，因为伊听见阿伯拉罕的本所在的庄舍迄时，伊祈祷上帝着引带伊来拄着一个真好的少年查某人。伊就坐伫庄舍的果子边，迄时有一个名叫利比加的女子出来，对这个罗伯真好款待。伫咧讲话的中间，上帝互罗伯知影这个就是要做以撒的新娘的。罗伯就去利比加的厝，将以撒的礼物送互伊。然后罗伯有甲查某囡仔的父母以及家内的人讲这话，了后就问查某囡仔利比加，看伊有欢喜甲罗伯做阵去，通做还未相捌的以撒的某阿无。利比加应讲，我要去，也毋免讲问甚物。利比加就决定伊所讲的。咸菜是以撒的罗伯所讲的话，甲对以撒者带来真水的礼物，得到互利比加的心真意爱也久假。无论安怎，以撒记着利比加就真疼伊。是啦，以撒真疼伊的妇人人，因为是上帝甲因定着的。